我感觉讲到第5届已经神啊你啊！神啊！你敢讲你欠木，我甲你扒落，我甲你扒落，讲啥物？神经病！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啊。今日咱要来继续讲韵母。顶一集咱已经讲到单母音、双母音、三母音，这是用因有几个母音来组成做分类。有几个母音就叫啥物名？安尼，咱今日重点就是有片声的韵母，咱家分做3种。第一种较单纯的叫做片化母音，第二种是片音韵尾韵母，第三种是片化韵母的组合。上尾一种是用声调来做分类，叫做入声的韵母，这就是全部的韵母啊。入声的韵母，咱第7集会甲大家讲，所以咱即马先免烦恼这。韵母的意思是放伫音节的后壁迄个位叫做韵母，啊母音敢若有6个，就是顶界教的啊、i、u、a、o。刷来，咱今日的重点分做3个部分。第一个是片化母音，第二个是片音韵尾韵母，第三个是片化的韵母的组合。我知影大家看到这个名词，可能会想讲，哇，错赛看拢无，是咧讲啥话啦？安尼，啊，毋过你毋免惊，你会当摕你的纸甲笔出来。你就会当对我的理路，把这个物件拢整理好势，安尼分类你一看，你就足清楚啊！你就对我做伙学就好啊。好，咱卖啰嗦，先来讲第一个部分，片化母音。片化母音其实真简单，就是咱顶一集教的遐个母音，啊，甲伊片化就加片声，像讲啊、i、u、a、o， 就变做啊、i、u、a、o。片化的母音敢若有5个啊、i、u、a、o， 无所以无片化。片化的符号就是写做安尼，伊就是伫母音的正手边的顶悬加一个细细字的 n， 安尼就是片化的意思。一个音节敢有片化，伊的意思就会完全无共款。像讲姨、阿姨的姨，你若加片声，就变做姨。面圆圆的迄个圆，所以圆甲圆意思就无共款啊。佮举一个咧，夹皮的夹，咱若甲伊加片声，就变做镜，镜就是照镜的镜，啊，就甲夹皮的意思差足远啊哦。所以爱注意，若是有片声的音，你就要甲片声发出来，安尼你的意思较袂讲毋对，互人误会去。刷来要介绍片化的双母音，即个原本叫做 i， 啊伊加片音了变做 i。啊来，ao 加片音叫做嗷。第三个，即个呀加片声呀。第四个，u 加片声样。啊 u 即个发音伫台南的腔口内底，咱会发作i o样。像讲台南人会讲张生死。张，啊，毋过除了台南以外的所在拢讲张，这个是威加片声，落尾哇加片声变做哇，刷落来三母音的片化，y 的片化变做 y， 的片化变做腰，好。这就是全部的片化的母音。咱即马甲声母甲片化母音夹做伙，举几个例，互大家参考一下。鼎的鼎，刀影鼎，伊就是刀即个声母甲影即个片化母音组做伙的词。鼎的鼎，寒人的寒，搁寒，即个嘛是搁即个声母加。碗即个片化母音组做伙的音节叫做寒人的寒。啊来，我要来问大家，即句话恁是安怎读的？即句话读做食饭配卤卵，敢有人知影是啥物意思？你若是听有，你应该是宜兰人，因为这是宜兰的腔口，饭甲卵拢是宜兰的腔口。除了宜兰的人，咱通常咱的腔口是讲食饭配卤卵，啊因就讲食
正肥配卤嫩，安尼。这就是一寡无共所在腔口的特色，嘛是台语上趣味的所在。好，咱即马来做合音的练习。合音的练习重点就是你看到就爱随念出来，伊就是咧训练你会当愈看愈紧，所以毋是全部的音伫台语内底拢有意义。啊，毋过咱嘛是愛加練習，甲遮的發音練到熟練到順，安尼你以後看到啥物音你攏讀會出來。好，我先陪大家做伙練習一下哦。這個是生、下、愛、伊、想、衰、灰、壞。这个表咱大家当加练习，啊，我会放伫我的白种页，吼，大家当去参考一下，安尼，吼。接下来今仔日的第二部分，鼻音韵尾韵母，咱之前有看过这三个声母嘛，m、n、ng，伊放伫音节的尾仔的阵，音节的尾仔就是韵母的位，所以伊就变做鼻音韵尾韵母。第一个 m 这个声母，伊摕去放伫后壁做韵尾韵母的阵，就变做。尾就是这个嘛是这个第二个，伊做声母的阵叫做文雅的对无？伊摕来放伫后壁做韵尾韵母的阵叫做这个音发音的时阵喙开开，啊，你的字自然放伫喙内底，声音位偏影出来，中的就是这个刷来第三个，伊做声母的阵叫做伊呢，牛呢的呢，对无？啊，伊即马放来韵尾做韵母的阵叫做这三个鼻音韵尾韵母内底，甲因家己本身就是一个音节，是有意义的，像咱拄仔讲的的这个啊，搁有中的这个咱即摆已经知影鼻音韵尾韵母这三个，敢若这三个，咱伫因的头前加单母音，搁双母音，就会当组成其他的无共的韵母啊。啊，咱即摆来介绍这个部分的韵母，也就是一开始咱讲的片化母音的组合。这个组合有分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单母音加片音韵尾韵母，这种组合的韵母拢总有8个。第一个暗号的暗，第二个安平安的安，第三个昂隔昂的昂，第四个音声音的音，第五个因原因的因。刷来这个爱注意。伊毋是伊加伊是 a 加英国的英。刷来温度的温，汪富翁的汪，这个所在嘛是同款，伊是啊，毋过加迄点省起来，写做安尼。过来是双母音加片化韵尾韵母，伫这个分类内底有6个韵母。呀加就是盐家的盐，再来呀加烟火的烟。我家己咧学的时阵，我会甲伊拆做烟，这个方式嘛，当互大家参考，看你感觉倒一个较好记。再来这个呀加央，咱会当讲央行的央。再来用无路用的用，就是这个用这个的所在嘛，是甲迄点省起来，毋免写。再来湾，海湾的湾，台湾的湾，拢是这个湾。落尾汪流的汪。遮我来补充一下，汪流用来形容水流甲真大港，嘛会讲目屎汪流，形容足悲伤的意思。耶！总算是全部拢讲了啊！咱即马来教遮的单母音加片音韵尾韵母，啊，搁有双母音加片音韵尾韵母组合练习，举一寡例，互大家知影。像讲好人的人，人，这后壁就是昂。
搁有1000、2000的千，敢是雌鹰青，就是即个鹰尻川的川，雌川。你只要记即个尻川的川，你就会晓知影伊伫后壁名发音啊，因为尻川你一定会晓念对无？你袂晓念，你至少嘛有红玫瑰吧？尻川，你即个尻川的川就是雌川。所以你若袂记这放伫后壁名念，你就想着后壁尻川，就是尻川的川，就是安尼。落尾来做呼音的练习。啊，我即马我头前有一个音无，所以我即马嘛做练习。啊，你嘛对我做伙练习，安尼来开始。了安兰，思英星，思昂桑，翁，兴，三。较紧的，搁较济来。较济哦，好来。烟，人，弯，烟，翁，好，就是安尼耶！这是我录上久的一集耶！我要起风啊！我已经要起笑。哦，片仔已经喏，你要无法度啊吼，我著继续使用啊。今日讲上侪片声，片仔歹去啊。好，安尼咱大家共款爱加练习。咱今日教韵母的部分，伫要全部拢教了，剩上尾啊入声的韵母，咱会放伫后集教。啥呐？因为咱后一集要教声调，声调是台语内底我感觉上趣味的所在。声调好，啊，咱声调讲了，才会当去讲入声的韵母，安尼咱的迄个理路会较清楚。吼，咱今日就先讲到这，你若有介意我甲你教的方式，请你甲我试一个赞。啊，你爱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互更较侪人来学台语。啊，你若有啥物想法，拢会当伫下骹留话互我，我足介意看恁的留话，希望你会当留话互我。多谢，今日咱就讲到这，拜拜，耶，下班。即马几点？即马是吼9:39，咱今日为下晡2点录到9点。我疯了，我要起笑，鼻仔已经袂堪住啦，用。